呢兩個月咧去旅行真係去得好瘋狂啊，日食夜食。所以以往咧呢幾年咧，其實好多觀眾朋友都問我，到底咁樣食法其實點樣可以保持一個咁 fit 嘅身形嘅咧？但係實不相瞞，我其實成日都要剪片，真係好少時間去做運動。咁到底脂肪係去咗邊處咧？原來咧想要養成呢一個易瘦體質咧，身體入邊嘅瘦菌咧係好緊要。今日咧介紹兩款法寶俾大家，等大家都可以輕輕鬆鬆咁樣養成呢一個懶人嘅減肥法。第一樣要介紹俾大家咧，就係呢一個嘅鹽卡啫喱啊，只需要喺餐前食一包咧，就可以幫我哋阻隔66%嘅澱粉。其實佢就係結合咗一個海綿嘅技術啦，令到我哋嘅腸道咧形成咗一個纖維網啊。無論我哋平時係食燒肉啦、食 burger 啦，甚至乎係食 pizza 定還是嗌外賣嘅粉麵飯嘅澱粉質，呢個纖維網咧就會將呢一啲嘢直接包住，沿過去排走嘅。真係想肥都難啊！而第二樣要介紹俾大家嘅咧，就係呢個 Slimpo 嘅極瘦菌啊，佢入邊咧就會有5種極瘦嘅益生菌同埋消脂成分，將200億嘅瘦菌植入我哋嘅身體入邊，提升我哋嘅代謝率啊，同時可以平衡翻我哋體內嘅肥菌比例，防止脂肪合成啦。我嘅習慣咧就係餐後就咁倒入口，直接食一包，或者喺臨瞓覺之前咧開水食一包，就等同於咧佢24小時開住 turbo 燃燒我哋皮下同埋內臟脂肪。第二朝瞓醒咧，輕輕鬆鬆就將我哋身體入邊嘅毒素啦同埋宿便去排走嘅。我喺冇做運動亦都冇節食嘅情況底下，一個月足足輕咗2kg 啊！其實佢細細包咧擺喺手袋帶出街係非常之方便嘅。而藍色呢一包咧係草莓嘅味道，無論係直接倒入口或者開水飲咧，完全唔難飲嘅。同埋第二朝咧排便嘅時候咧係輕鬆排，唔係話唔舒服好痛好痛嗰一種排。所以呢一個咧介紹俾大家，大家有時間記得去萬寧望下。